出邊燒到冚冚聲。當時我係好辛苦，飆晒眼水，個人已經係出晒汗，好焗。嗰一刻我就覺得死亡真係好接近我。因為你成9間醫院，咁我哋點去揾咧？啲遺體上5樓又有，7樓都有，但係點解冇6樓？我咪即刻搭的士去喇叭水醫院咯，因為有媽媽身上有個長者卡，所以就知道佢嘅身份。你爸爸未揾到，都有個長者喺隔離。咁佢開咗塊布，我認到係佢啦咁樣。然之後就要處理我細佬嗰日，咪即刻自己去醫院問咯，話 ICU。琴日我見到咧，警察俾我哋填嗰個份嘢咧，有好多人失蹤嗰陣時咧，我哋啲街坊係成日見㗎，而家唔知冇咗邊幾個。我睇住佢笑，唔應該笑㗎，啱唔啱啊？睇住佢笑㗎。人為啊，呢啲唔係天災，呢人為可以避免㗎嘛。大埔宏福苑發生世紀大火災，呢一場5級大火燒咗超過43個鐘先至大致被救熄，一夜之間，無數家庭有家歸不得。咁佢就話：爸爸，你睇下我幾犀利，仲喺度玩緊，好開心。咁估唔到喺2日之後就一片狼藉。然後啲火已經喺出邊攻緊入嚟，就嗰個反差好大。24號同26號個反差就係咁樣。William 住喺宏福苑已經40年，同太太同埋一對仔女住喺宏昌閣2樓一個單位。佢話喺事發嘅當日喺睡房準備休息，突然之間收到太太嘅電話，先知道大廈火燭。第一下已經諗：喂，點解火燭冇警鐘響嘅？我仲自由淡定去換衫先出門口。咁直到我打開門口嗰一下咧，啲煙係衝入嚟，跟住我即刻逐親。William 一邊準備執拾簡單嘅物品逃生，一邊聯絡佢太太。你嗰度，你會唔會透唔到氣啊？而家盡量用啲清水揞住個鼻，揞住，令到自己嗰啲透氣舒服啲。講話冷靜啲啦，你咁緊張點救我啊？期間聽到走廊有居民求救嘅聲音，佢決定開門睇下咩環境。咁第二次開門嘅時候，我先真正望到個現場環境係黑到乜都睇唔到，即使我咁樣睇都睇唔到。咁我就嗰刻我先真正驚，因為我衝出去嗰下我冇諗咁多啊，衝到出去我就驚啦。咁眼水係咁流，個喉嚨已經係好渴。喺濃煙密布嘅環境之下，佢只能夠靠牆摸黑前進，仲遇到一對夫婦。咁最後大家決定翻到去 William 嘅單位暫避。有必要時候，我哋一係衝走廊，咁第二就係一係跳窗咯。2樓你揀斷腳定係揀燒死咁解啫嘛。你原來揀想跳落去嘅時候，原來有個棚喺度阻住，你又要擒窗又要捐出去，下邊又已經好多嘢冧落嚟。最後佢哋決定留喺屋企等候救援。不過火勢越燒越烈，佢當時已經做咗最壞嘅打算，開始留低遺言。我話我走唔到啦，如果有事幫我照顧啲仔女啦，今次唔係同你講笑，我有機會走唔到啦咁。最驚係死咯，即係照顧唔到佢哋啦嘛。即係我諗作為一個父親，你睇唔到細路仔成長係幾可悲嘅一件事。到咗下晝5點幾，消防員去到 William 嘅屋企外邊，用雲梯救起佢哋3個人。喺雲梯由2樓到地面嘅時間，我覺得好漫長。消防不停向我灑水，佢為咗保護我，等我個人唔好有啲火屎去焫着到。咁另一方面就係覺得好凍，我走得甩，但係我失去咗所有嘢。喜怒哀樂都好似無補於事咁咯。鬧邊個啊？
鬧，如果鬧有用，我會鬧起勢咁鬧。如果你問我政府可以幫到我啲咩嘅，俾翻間屋我。每個香港人都想有翻自己間屋咯。佢話有部分由細識到大嘅鄰居仍然失聯，唯有繼續留意消息。而家 William 暫時住咗喺外母嘅屋企，未揾到日後嘅居所。有人流離失所，有人痛失至親。歐先生自細住喺大埔宏福苑宏昌閣低層嘅單位，後來佢搬走咗。不過70幾歲嘅父母同埋40幾歲嘅細佬仍然住喺嗰度。佢住嘅單位附近係最先起火嘅位置。事發當日下晝，佢已經接到警方嘅通知，佢嘅父母已經過身。咁愕然嘅啫，無端話過身。咁啊都一路以嚟都諗住佢住低層，佢住3樓啫嘛。我諗你走都應該走得到啦，好健康嘅都係，即係活到90歲都得嘅。我覺得最主要係冇火警鐘咯。你有火警鐘，佢一定有意識去走噶嘛。啲監管不力咯，我覺得就係啦。而家佢嘅細佬仍然喺沙田威爾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只能夠期望細佬靠意志力甦醒。咁入到去見到佢咧，就包實晒嘅全身，即係木乃伊咁樣攤直晒，就個面都包住㗎，咁啊條喉插住。最嚴重就係個頭同埋4肢燒傷，我都做唔到啲乜嘢嘅，都要等醫生去幫佢嘅。最主要係就係希望政府多啲支援我細佬嗰邊，就俾多啲協助佢復康啦。因為你而家佢乜嘢都冇晒㗎嘛，成間屋都冇晒㗎嘛。好多朋友已經日 message 咗海量咁樣問候我，即係 message 問候咁。我傷心，因為即係 feel 到佢哋係傷心，而我都 feel 到佢哋點樣關心我嘅情況咯，係咯，即係感動，係咯。過去香港都發生過嚴重火警。1996年嘉利大廈因為燒焊嘅火舌燒着雜物，引起5級奪命大火，造成41死80個人受傷。2008年旺角嘉和大廈懷疑因為冷氣機漏電起火，發生5級大火，造成4死55個人受傷。今次嘅宏福苑5級大火造成過百人死亡，仲有百幾人失聯。廣福社區會堂變成臨時認屍間，有家人失聯嘅居民排隊入去憑相片辨認遺體。有個人叫你俾本簿你睇，問你男定女嘅咁樣，佢都好難認嘅，其實好難認嘅。佢啲面目唔同晒㗎啦，腫嘅全部都腫嘅，腫晒㗎啦，認唔到，眼冇晒，燒到甩皮啊咁樣，牙都睇唔到，未揾到咪萬幸咯。最唔開心睇見咁多人死，咁多人傷咯。裏邊好多人啊！係啊，主要唔係我啲親戚嚟嘅，不過見到啲人好淒涼咯。好多謝大家。有居民出嚟之後情緒崩潰。生死未卜嘅，仲有一班喺宏福苑工作嘅外傭。Yayu 嘅家姐喺最先起火嘅宏昌閣低層工作，事發嘅時候同90幾歲坐輪椅嘅僱主喺屋企。Yayu 知道發生火警之後，第一時間聯絡家姐。原來2點11分鐘咧，我家姐not online，我問下佢女咧，佢話咧打唔到電話，好多電話號碼都打唔到電話，跟住咧。先至我知道我家姐有事啊！我家姐第一次過嚟香港做嘢啊，佢個老闆好好，佢想繼續合作啊，點知又係咁。
識咗幾個字都。丫瑤嘅家姐有3個仔女，尋親嘅希望就只能夠落咗喺丫瑤嘅身上。而家咧，我媽咪嗰個我家姐嗰個家人咧，佢個老公佢個女咧，全部咧叫我你揾下你家姐啦，幫我哋揾你家姐啦，你俾我哋消息啦。得你一個人咧，可以幫我哋手揾到你家姐啊！其實真係工人姐姐嘅支援係好唔足夠嘅，奈何咧，我哋真係主要語文係中文啊。頭先姐姐佢哋去即係社區中心嗰度揾人幫手咧，咁當嗰度嘅人咧都只能夠寫一個中文嘅地址俾佢。丫瑤只好喺社交媒體尋人，同埋喺公權會嘅陪同之下，奔走唔同嘅醫院尋親。可能入嚟嗰陣咧，未必有個心理更新，成日都想喊啊！都係食唔到嘢，不過我仲要有俾心機嚟揾我家姐。我希望我揾到我家姐喺醫院接緊醫院。最終，丫瑤接獲通知，話揾到懷疑係家姐嘅遺體。今次嘅大火有唔少外傭死傷同埋失聯，有機構為外傭提供支援。To reach out to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who were affected by the fire, and to let them know that we are here to help in any case, whatever they need. If their documents are burned or they lost their documents, we can appeal t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to replace their passport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ir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亦都有香港人特登由美孚趕過嚟大埔，自發四出幫手尋人。如果今次咁嘅災難嘅話呢，應該就係無分彼此嘅，香港人又要關心，菲律賓人又要關心，或者印度都人又要關心啊嘛。何況佢哋 OK 拋低啲家庭仔女啊 OK， 或者甚至乎丈夫嗰啲呢嚟到香港揾食。如果 OK 我哋香港人都唔關心佢嘅話呢，佢哋嘅 situation 就好陰功。自己死好彩咯，因為我媽話出世未滿月已經火燭，而家臨老又嚟火燭，即係成世都同火有緣啩。72歲嘅陳婆婆後生嘅時候申請公屋，輪候咗7年都未等到。後來佢做嘢儲夠首期，就買咗宏福苑宏新閣一個居屋單位，一住就住咗42年。唔想臨老有個安樂窩，點知一場大火令佢成世人嘅心血付諸一炬。咁冇辦法啦，唔通死咗佢咩？冇得咩㗎，唯有怨自己唔好命咯。屋苑由上年開始一直進行大廈外牆維修工程，成日都會聽到維修嘅嘈雜聲。喺事發嘅當日，陳婆婆食完飯覺得異常咁寧靜，跟住就聞到一陣燶味，先知道宏昌閣起火。我哋距離佢仲有3座，但係呢，佢就成40幾分鐘都未駁到水口，咁就啲火勢一路彈，火燒連環船。就成個屋苑燒晒，所以就冇得好講，就唯有怨命。如果啲風向由北面吹去吐露港呢，就冇事嘅，但係佢就啱相反，由吐露港吹翻去北面，咁就玩完啦成個屋苑。咁事實上有冇火警鐘響咧？冇。係咪就係因為咁所以造成咁大嘅傷亡？燒到去宏道閣。仲爭一座燒着，嗰陣時啲火警鐘都冇響過。陳婆婆因為大火失去咗居所同埋個人物品，咁好彩有親朋好友嘅援助，及時為佢送嚟御寒衣物。因為琴日趕住走啊，乜都冇着，就咁穿咗對鞋，就咁樣攞咗個手袋就走。大家一齊話有需要，我哋都會幫嘅。大埔有啊嘛。
唔知望唔望到呢？劉先生細個嘅時候，經常會嚟宏建閣探佢嘅親戚。而家1個禮拜，佢都會喺呢一度住2、3日。喺火災發生嘅當日，佢同親戚咁啱都唔喺單位入邊。咁第二日，佢就趕過嚟睇下間屋燒成點。未望到側邊啊，係咯，行下後邊嗰度咯。我望唔到啊，埋再行過啲。望唔到我哋嗰單位咯，嚇。係啊。我主要想望下出邊嗰情況有冇上層下層嗰啲有冇燒到啫嘛。得望到呢個，似乎冇事咯，因為啲外牆都冇黑到，仲有少少黃，咁應該未燒到正咯，我覺得係。透過安裝喺屋企入邊嘅閉路電視，佢想睇下屋企嘅情況。單位入邊好大煙嘅，電已經黑晒㗎啦。今朝睇翻咧就係咁咯。但我見啲嘢仲喺度，咁冷氣機仲喺度啊，咁電腦又喺度，咁應該冇事啦。今次宏福苑發生世紀大火災，唔少大埔區嘅居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喺廣福商場平台變身成為物資分派點。衫褲鞋襪、日常用品，只要有需要，受影響嘅居民就可以免費拎，甚至係連女性用品都有提供。我哋會將呢啲咧分翻嚟咯。Mabel 係退休人士，住喺大埔區幾10年。火災發生嘅時候，佢喺大埔那打素醫院睇緊醫生，聽到醫院警報話有緊急事故發生。咁當佢知道宏福苑發生大火，佢出院即刻過嚟幫手，希望出一分力。嗰個感覺係我哋大家都係要出動啦，要幫即係大家香港人啊！大火無情，但係人間有愛，大家都希望為居民送上溫暖。阿仔啊，高呢度，冇日冇夜咁，大家一跑晒出嚟，一放學孭住書包繼續出嚟幫手。個個話啲年輕人躺平，我唔信，我係俾佢哋感動。你可以叫我 Florence 啦，我係一個社工學生，今年Year 1。宏福苑嘅慘劇牽動全香港人嘅心。住喺元朗嘅大學生 Florence， 一大清早就過嚟幫手派送物資。好多年前有一場嘉利大廈嘅大火，嗰陣有個人影趴咗喺窗邊一直求救，最後大家喺電視上邊睇住佢燒成炭灰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倫常悲劇，甚至好多人之後都會係陰影。所以我唔想企喺屋企，我乜都做唔到啊！但係我只可以一齊嘅，咁所以我就凍咗喺度啦。因為未畢業 ，Florence 唔可以以註冊社工嘅身份去幫助災民，但係佢覺得喺艱難嘅時刻，有人用心聆聽同埋釋出關懷，多多少少都可以慰藉受災嘅居民。我可以同我班同學一齊，跟住我哋可以話你好啊，你點啊？就係人聽佢哋講嘢好重要。第一次真係落嚟救災，我係第一次深刻知道咩叫人民關懷。一個人嘅力量可能好有限，但係集腋成裘就可以發揮最大嘅效果。喺大埔運頭街一帶，嚟自全港4方8面嘅市民自發搬嚟唔同嘅物資，再分門別類整理好。民間自發，市民拎咗嚟嘅物資，我哋做初步第一陣嘅分類。因為大埔火警現場封路嘅關係，區內嘅交通好擠塞，想運送物資去附近嘅社區會堂俾災民用，唯有靠雙腳行，來回可能都要20幾分鐘。荃灣居民阮先生就係其中一個步兵，佢已經行咗3轉，但係佢話會一直行，直到行唔喐為止。講好多日常物資係我哋可能喺屋企都有，但係佢哋嘅暫時間係冇晒。咁我哋真係要嘗試去用我哋嘅人力去幫佢哋。都係毛氈嚟嘅，咁啊1晚之下已經有咁多毛氈可以籌到翻嚟。宏福苑8座建築，其中7座都俾大火波及，過千個家庭有家歸不得。其中係烏溪沙青年新村提供咗900個臨時住宿，有市民準備將部分嘅物資運送過去。幾百，我俾多2箱佢啦，又係。我搬起箱咪得。咁樣 ，OK。
住喺馬鞍山嘅林先生就特登入大埔幫手揸車運送涼水。我哋係幫手車嘅咋，係咯。啱啱去完廣福村，跟住翻嚟咪再去烏溪沙咯。總之幫到幾多得幾多，好嗎？我出發啦。宏福苑5級大火造成嚴重傷亡，起因懷疑同棚架工程問題有關。警方同埋廉署已經拘捕多個工程公司負責人。啲人自私啊！即係你叫我食呢啲錢，我死人都唔食，你打死我都。工業傷亡權益會聯同建築同埋工程界、法律界、保險業界等跨行業同埋專業人士，為宏福苑受災者組成權益聯盟。我哋呢個聯盟就希望用跨界別啊、跨專業啦去協助居民將來長遠嘅需要。但係如果居民佢有一啲即時嘅需要嘅，我哋都會嘗試協助聯絡唔同嘅團體去幫手。因為今次真係史無前例嘅事件嚟嘅，大家都係要學習點樣處理啦。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啦，去協助佢哋渡過難關。宏福苑火災慘劇，全球各界都表示哀悼。香港政府主要官員默哀3分鐘，悼念宏福苑火災罹難者。政府建築物亦都下半旗致哀。大家都希望悲劇唔會重現。叫做好彩，我哋全家都安全，但係咧唯有安慰自己，重新出發，由零開始咯。點解係宏福苑？點解係我哋？工程係咪有問題？查個水落石出咯。